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早早，感谢上帝恩典保守咱，互咱会当平安过经过一礼拜。我想踮伫最近的新闻，咱已经渐渐看见啊，咱确诊的人数已经渐渐咧降低，嘛看起来疫情会当哪来哪得到控制。所以检菜哥踮伫一段时间了后，咱有机会会当慢慢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虽然还佫需要一段时间，毋过这也是咱会当继续为着咱整个台湾祝福的时刻，也是一段继续为着咱每一个人，互咱通得到心内底平安、通祈祷的时刻。今仔日咱要搁一摆透过踮伫线顶的方式，要来敬拜上帝。所以，犹原共款，如果你若是头一摆来参与伫咱中间，牧师会继续邀请你，会当踮伫咱的频道顶悬来起订阅，啊，订阅了后会当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了后，你就大概若是教会遮有消息，你拢会收到。搁刷来，你会记你踮伫咱爱起按赞吼。起一个赞，然后会当分享，所以现在佫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礼拜，咱会当来分享，分享会当透过你的 Facebook 或透过你的 Line， 会当甲伊送到伫咱兄弟姊妹伊的手中。愿咱透过这段时间，咱会当做伙分享，啊嘛会当踮伫咱会注意到咱边仔有聊天室吼，你会当大家互相请安，咱真正逐个人足久无看到面。啊！但是通过咱彼此请安的过程，咱也咧分享上帝的祝福，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好，所以这段时间邀请咱会当做伙将咱今早起礼拜的连结来分享到伫咱的兄弟姊妹，也分享到伫每一个你想要关心的所在。咱也要踮伫礼拜开始进前，咱搁一摆咱地板心，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互阮会当搁一摆要踮伫山顶当聚会、当敬拜、学罗你。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伫这段时间，台湾的疫情渐渐受到控制。阮期待，阮会当慢慢会当开始出门，会当开始有机会，阮所听的人相招好。愿主你的神继续引带阮，也眷顾阮整个台湾。主，阮感谢你，今早起，阮要搁一摆领受你的话语，要搁一摆来敬拜学罗你，愿你安静阮逐人的心，陪伴阮，互阮来调见你。当在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好，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请咱陪伴心，咱来听候等下9点礼拜要开始。
全地当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定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撒迦来吟诗，俄勒上帝，圣诗第309首，俄勒关灵上主，请起立来吟第1节到第4节。徛的，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粉。第3日对世人中国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再来交托启文。启文第60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念。
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真爱，我就亲像罗咧弹喇叭咧忝。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真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真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愿望。对一切有爱心。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武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就落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散。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雾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愿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当心额头来祈祷，听痛慈悲的天父，阮感谢你赏赐台湾人民各种的恩惠，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要珍惜你赐予阮的恩惠，愿你真多。为着欠缺三亲三疼，求你饶赦。为阮的自私、贪心、骄傲，以及一切不洁的思想甲行为，愿你诚心忏悔。阮真心承认阮的罪过，求你接纳。COVID-19 变种的病毒，搁一摆的爆发，世界各国的人民拢因为病毒不断扩展来恐慌甲忧虑，袂少人无法度转去甲亲人相聚集。或是袂当出门工作，严重影响着个人甲社会团体的生活、教会、社会以及其他国际上的侪活动无法度正常来进行。求你伫人心不安的日子，人民冤正人，求你拯救遐个因为肺炎来别世的人甲因的亲族，佮互所有受感染的病人紧紧来复原。求你赐福佮保护。遐个为着照顾受隔离的病患，所有医疗团队的成员，保守因心灵平安。我也特别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尤其是执政者、政府官员甲各政党，求主赐予因智慧、信心、新世界，伫即个关键的时刻，拢通谦卑信靠上主，各位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互国家人民早一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愿咱的恳求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咱们对11节读到第22节。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安尼讲，所以恁着记得，
恁前照肉体做外邦人，互遐个称做割礼的人，称恁做无受割礼。因的割礼就是对人的手所行伫肉体的。迄时恁无基督，以色列的国无份，而且的应允的约无干涉，无所误人。伫世间毋捌上帝，恁平素离开远远的，单点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血有得到quyền活，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隔的墙，搁伫伊的肉体血无结完受的因端，就是你就这的诫命的律法，记载伫规例的。要伫伊本身从两边造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16节，佮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佮来传和平，互恁远的人，也传和平互近的。因为对于咱两边伫一个神得到亲近杯，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甲这个圣徒上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做伫这个使徒甲先知的地位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处决要紧的招，在伫伊既若所起的龙三联络，踮伫主来渐渐诚侪圣殿，恁也踮伫伊三甲受起做，诚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讲到今仔日敬听的老兵牧师要甲咱宣讲的信息是和谐美好新时代。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三自执、三敬拜。愿上帝话要成做咱生命中间的帮衬，请咱搁一摆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因为你的听无离开阮，互阮犹原踮伫困难的时刻，感受到主你将平安藏伫阮，围雷踮伫阮。主愿你的神临在踮伫阮逐人，通过山顶的敬拜，你将你的话启示阮。也成做阮正人的祝福，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我想踮伫即礼拜中间，咱也渐渐咧发现，咱应该有足侪兄弟姊妹开始去注射，对无？有足侪兄弟姊妹开始咧注射，咱对年长的开始慢慢一直，即马应该50岁以上拢有机会，一定咧排队。慢慢咱来看，这哪亲像一个全民运动共款，敢若逐个人拢会有即款的经验。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也不断一直咧学习。咱一直咧学习啥物？咱一直咧学习怎样面对我到底要怎样做决定？做啥物决定？我要出门，袂出门；我要甲人接触，是袂接触；我要用啥物款的方法甲人连接？我要注射无？咱一直拢咧做决定，但是无论咱的决定是啥物，其实踮伫现在这个时刻，这拢是咱共同参与伫一个超过咱想象的事件。这个事件会互咱检采拍开心的眼光，嘛有可能互咱感觉到底啥物时阵才会过咧？但是无论安怎，这是咱共同的经验的。如果这一切拢在伫上帝，安尼咱嘛必须爱来问上帝，你伫现在这个时刻，互咱每一个人拄到这款的境遇，阮到底应该爱学习啥物？阮到底要怎样甲阮身躯边的人建立一个共同的记忆，建立一个共同合一的行动？这个合一的行动是啥物？为着要互整个的社会会当迈进，为着整个社会会当迈进一个更较好好的世界，要看见一个更较美好的世界。逐摆咱咧读以弗所书的时阵，我想你会感觉，如果你有定定读圣经的话，
你会感觉以弗所书甲其他保罗的批信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踮伫以弗所书内面的以弗所书内面，伊敢若咧讲一个真大的道，咧讲一个真大的道。这个道咧讲啥物？这个道所咧描写的是基督怎样掌权踮伫这个世界中间，基督怎样正做所有教会兄弟姊妹的主。伊咧描写这件事。为什么伊要描写这件事？因为保罗咧强调，教会是啥物？教会是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这最重要。教会是一个受到耶稣基督呼召来成做一个团体的一群人。这是属于基督。咱是属伫基督，教会属伫基督，但是咱活伫什么款的世界？咱活伫一个看起来有邪恶势力咧掌权的世界，所以咱会当安尼讲，教会甲世界有当时哪亲像一个走伫两条线，两条袂交叉的线。但是因为咱活伫这个世界，所以其实咱逐日拢咧面对挑战。逐日拢咧面对我即马到底要安怎做决定，所以踮伫保罗写以弗所的部分，伊伫咧强调即件事，是基督掌权踮伫咱整个的信仰团体中间，教会应该爱活出基督的款式，总是敢每一代的教会，敢真正拢会当完全活出基督的款式吗？老实讲，这是困难的。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也受到这个世界教导的、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完全无同款。教会袂是一个咱所想象完美的所在，包括咱看到以弗所。虽然以弗所书内底所描写的，互咱看到是一个哪亲像完美的教会，但是伊其实是不断行伫迈向完美的过程中间，尤其最重要的是，保罗咧强调教会拢拄着啥物？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差别。犹太人甲外邦人的中间，哪亲像有一堵墙徛起踮伫遐，互因一直咧学习，咱怎样要做伙合一？有迄堵墙踮伫遐的时阵，犹太人甲外邦人一直咧面对。阮到底教会是啥物？保罗嘛一直咧牧养，也咧一直咧教导的也是即项事。有遐尼侪墙为徛踮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到底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要怎样？要怎样和好？要怎样正做一间教会？要怎样正做一间真正不断军队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头拄我讲的教会是啥物？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组成的信仰团体。如果这是教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属伫耶稣基督，只不过因为咱踮伫这个世界，互足侪墙来隔绝人甲人中间的距离。这是以弗所教会咧面对的。伫今仔日的世界中间，其实咱也共款，敢毋是？咱也共款的面对这项事啊，因为咱有无共款的背景，咱有无共款的年龄，咱有无共款的性别，咱有无共款的政治立场，咱有无共款的工作，所以咱会组成一个搁一个无共款、足细的群体、足细的团体。咱会因为咱较惯势，也是咱的年龄较相近。咱的立场较相近，所以咱会组成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小的团体。而且个团体有当时啊，那亲像踮伫人甲人中间，一直有足侪无共款的墙共款。虽然咱拢会讲，教会应该爱是一个安怎接纳侪人的所在，接纳无共款人的所在。但是咱认真来想，教会内底敢真正无墙吗？教会内面敢真正无墙吗？
是啊，咱面对足侪墙，无共款的二零战是一个墙，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立场，拢是一个无共款的墙。既然是安尼教会到底要安怎？一直爱强调，他拄我一直讲的教会的定义，咱是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所以咱是一直咧学习咧向前，咱是一直咧学习甲人和好，咱是一直行伫这个过程中间，所以。如果咱是一直咧向前行，教会敢真正是咱所想的完美的吗？老实讲，毋是。教会毋是完美的，但是教会是一直行伫好好的过程。教会是一直行伫学习的过程。有一个社会学家，伊咧做研究，伊咧研究每一个真细这的团体吼。伊讲所谓的团体，老实讲无法度真做。这个团体成员真正的支持，这个研究真趣味哦。伊讲，伊咧研究每一个无共款的团体的时阵，伊会发现团体内面的个人，因会感觉讲，其实这个团体无一定真正会当带互这个个人真正的支持。若是安尼，这个团体是要创有啥物路用吗？伊讲，大多数的团体只不过是敢若甲人成派那尔。为什么成派？因为人是顺着家己的私欲来组成一个团体，因为顺着家己的私欲要组成团体，所以咱敢若想要踮伫团体内面，感受到，互人听，有人要听我的声音，受到我要讨一寡怨叹的时阵，有人会当支持那尔。若是少年人咧讲，就是只想在团体当中被摸摸头而已。只要踮伫这个团体内面，有人开始要认真教导，有人要认真来探讨每一件事件背后的责任的时阵，内面的人都开始会离开。因会离开，要选择另外一个感觉搁较会当支持因的团体。咱认真来想，有当时嘛是安尼，敢毋是？咱踮伫教会嘛会犯着这个毛病。咱只不过是想要踮伫遮受到一寡人愿意支持我，愿意听我的声音。但是当真正拄着困难的时阵，无一定真正教会内面，咱身躯边遐尼姊妹愿意诚做咱生命中间的开力，要做伙陪伴咱行头前的路站。这是教会。这礼拜三，唔知影咱有看圣经学堂无？有足侪匿名提问等来的牧师家，唔知你看这个问题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感觉？其实我看这每一个问题，我拢感觉真趣味。第一时间看到的时阵，感觉哇，竟然有人要问这个问题，要问啥个问题？问讲到底基督徒会当甲唔是基督徒的人交往无？咧问讲我若是得着忧郁症，我敢是受到魔鬼的控制吗？有足侪无共款的问题走出来。一开始我咧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拢一直咧想哇，到底这个问题我要安怎回答？一直咧想的过程中间，慢慢发现一件事。为什么伊要用匿名提问？为什么咱匿名提问了后，遮侪问题走出来？有当时咱所要面对的，就是咱唔敢将咱真实的问题讲出来的原因是，咱足惊别人安怎看我，咱足惊别人听到了后，伊会用什么款的眼光，用什么款的角度来批判这件事，所以大家人唔敢讲。慢慢踮伫一个团体内面。咱正做一个唔敢讲真话的所在。伫教会内面，咱就慢慢，因为大家人拢唔敢讲真正的话，所以伫教会内面，咱嘛唔敢面对责任，唔敢面对挑战，唔敢面对世界的冲击。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咱活伫这个社会中间，活伫这个世界中间，咱必然
拄着的挑战。总是当我看到的时阵，我嘛真认真咧想，为什么今仔日的教会无法度带互兄弟姊妹力量去面对遮尔济的挑战呢？检采，咱一直行伫一个，咱敢若想要建立一个彼此支持听情感的所在就好啊。咱无真正想要去陪伴人，面对咱踮伫这个世界中间的困境，面对这个世界中间的挑战，教会慢慢变成做用啥物成做主体，用事工成做主体啊。咱追求爱有足侪事工，咱追求爱有效率，咱追求爱有发展。团契成做一个搁一个完成任务的团体，伊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团体因为是任务，所以伫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间，一个搁一个高墙就安尼建立起来咱的组织是为了要完成事，要完成一件事，毋是要学习生命的功课。所以到伫上尾咱hand恼踮伫足侪关想，围踮伫咱的身躯边。虽然咱看起来踮伫教会内面，但是实际上咱并无真正合做一体。虽然咱看起来咱属伫教会，但是咱拢袂记我一直咧讲的，咱是受到耶稣基督呼召，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要不断实现上帝国，要不断实现上帝的使命。所以保罗不断咧强调的是，基督来的目的就是安尼，伊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咱也会当讲是和睦，也是和好。和好是啥物？就是拍倒咱所有的围墙。拍倒所有的围墙，基督要正做好好的溃烂，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基督要互遮的人，搁一摆踮伫十字架顶面的疼，要合做一体。保罗清楚知这件事，保罗嘛用这件事不断要鼓励兄弟姊妹，要鼓励兄弟姊妹是，咱是照着十字架的疼。照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拍倒一切的墙，要带咱看见的是，每一个人拢是受着上帝呼召的使命，然后咱要合做一体，要合做一体来实现上帝的使命。伫合一这件事顶面，咱定定拢会听到教会一直咧讲爱合一，爱合一，但是有当时迄个合一到上尾是足敏感的是，到上尾老实讲叫做统一，毋是合一。因为合一是，但每一个人会当有无共款的想法，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价值，有无共款的表达，但是建立踮伫耶稣基督的疼，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合一，哪像一个雨伞共款，耶稣基督包围咱每一个人，但是有当时咱一直咧想象的合一是统一，啥物叫做统一？用政治来讲就足清楚啊，就是有较大力量的、有权力较大的，想要较细甲伊食去，这叫做统一。有当时咱咧面对教会合一的时阵，老实讲，毋是合一，咱一直咧讲的是统一。保罗所对付的就是这。保罗所咧对付的就是，无论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只要建立踮伫耶稣基督的疼，建立踮伫耶稣基督的疼，咱会当真实正做一体，真实正做一体。然后这个合一，这个和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毋是任何人的工作。人一直想要追求的事，到伫上尾咱发现，咱只不过是一直建立无共款的团体，然后无共款的围墙踮伫咱的身躯边咱尔。到伫上尾咱无法度正做一间真实的教会。保罗讲，外邦人无过是会外的人，外邦人无过是青分的人，
因是上帝的子民，是甲上帝相国的人。这是真重要的宣告，因为在地犹太人的思考，因一直咧想的是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遵守律法，才会接受的上帝。但是保罗咧强调的是，外邦人对接受耶稣基督迄点开始，因已经是上帝相国的人。这个合一要拍倒所有的关想，要建立正做啥物？要建立正做真正的圣殿。这是伊所讲的，咱通过倚靠基督。一个搁一个，那亲像石咧塔，慢慢塔起来了后，咱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圣殿，也是照着信心，咱会当徛起的所在。所以保罗所讲的合一是，咱每一个人照着军队耶稣基督慢慢，咱无共款的文字，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性别，无共款的政治立场，无共款的背景。咱慢慢三塔起来，要成做一个圣殿，就是教会。这是以弗所书互咱真水的一幅图。这咧提醒咱毋是完美，但是咱永远是行伫这条路的中间。我想点伫咱信仰成长的过程中间，咱应该有一寡真水的记忆。迄真水的记忆是咱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照着信仰的缘故，咱想要共同完成一件事，完成一件咱心内底就想要完成的事的一个经验吧。踮伫咱自少年团契还是青年团契，咱大概拢有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要做伙完成一件事的经验。迄个完成的过程其实是重要的。因为迄个经验要帮助咱继续向前行，也咧提醒咱一件事：圣经毋是写互个人。我所讲的个人是圣经，咱应该安尼看，圣经是写互一群人。圣经写互一群人，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爱会记哩一件事：伊是写互一群人咧看的。伊是写互一群人，然后踮伫礼拜中间读出来，也就是说，那叫众数S， 就侪人做伙咧看的，毋是个人，是一大人做伙咧看圣经。这互咱一个真大的帮助是啥物？迄代表讲，毋是爱咱靠家己的气来讲我若是做袂到要安怎？我若是做袂到的时阵，我要安怎？是因为这是咱做伙咧面对圣经，咱做伙咧读圣经，所以当咱做伙读圣经的过程中间，圣经的话是对咱每一个人做伙来讲的。咱只不过有当时伫这个世界，互一个搁一个愈拆做个人，也是愈追求家己的成就的时阵，咱袂记哩，咱是甲咱身躯边的人要做伙向前行的。所以我才会鼓励咱搁一摆去想，对细汉到大汉，互你印象上深，踮伫教会内面，也是踮伫团契内面，互你感受到上界甜蜜的记忆会是啥物？互你感受到你会甲你团契中间的兄弟姊妹共同要打拼，完成啥物事？迄个记忆是啥物？迄才是重要的。咱毋是要完成事工，是想要迈进的过程中间，咱共同参与的迄个记忆到底是啥物？迄个记忆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正做咱的气力，互咱一点一滴，咱要做伙来建立真实的教会啊！最近这段时间若是有咧看牧师的 Facebook， 你会发现，阮顶礼拜一直咧录音，包括我甲牧师女伊两个囡仔，阮一直咧录音咧唱歌。这项事是有一日我甲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咧开讲，因为疫情爆发了后，阮咧开讲讲，会当过去踮伫大学的时阵，咱有一群人，逐礼拜足认真咧唱歌，逐礼拜足认真踮伫总会的地学室咧唱4部的诗歌。经过已经差不多20年的时间啊，
我咧甲伊讨论讲，疫情影响咱真济，咱拢踮伫逐人的厝内底，敢有机会无咱过一摆来唱歌看卖？阮讲了，就甲即项事拢藏咧，嘛看一直咧等待上帝到底要做啥物。几礼拜以后，即个朋友阁甲我讲，即个朋友来甲我讲一项事，伊讲伊接到一个消息，讲，伊的爸爸是牧师，所以伊爸爸是牧师，看到咱现在台湾拄着遮尔济人的心无平安的时阵，咧问伊讲，因为伊是音乐的创作者，问伊讲，你敢会当写一条歌邀请你的所有的朋友做伙来唱无？传互佮教会无？伊就甲我讲即件事，我听我就讲，即件事困难，有难度。都有困难，因为咱逐个人线伫无共款的所在，到底要怎样甲所有人拢组织起来？所有人拢组织起来，佫毋是问题。背后虾米人要来做即个后置剪接的工作？阮就嘛，迄个咧讲的过程中间嘛，无一定有答案，只好囥伫基督中间，我紧咱看上帝到底要安怎带。佫过几工了后，阮开始咧敲找资源。有朋友斗相共来讲现在会当安怎去实现？所以伊的曲嘛出来了后，就开始分互所有咱进前20年前做伙唱歌的即群人，就讲互咱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爱完成这个功课，一礼拜爱完成，咱才有法度继续落去。所以就阮开始咧进行这个任务。伫进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间，我也甲伊讲，会记你一件事吼，20年过了，咱足侪人有囡仔。20年过了，咱足侪人有囡仔，所以敢会当互囡仔嘛参与落去？伊想想讲，好有道理。所以咱嘛互囡仔会当参与踮伫这个任务中间，所以就开始一个家庭，大家人爸爸妈妈带囡仔做伙唱歌。开始用无共款的方法，想要甲即项事结连起来。即项事想要结连起来的过程中间，到现在任务未完成，总是大家人已经开始受到感动。大家人受到感动是啥物？当咱看到一个又一个影片出来，虽然20年过了，有人可能原因已经唱袂起来，已经唱袂起哩啊！有的囡仔嘛毋知要安怎教囡仔唱歌。虽然看起来无遐尼完美，但是踮伫每一个影片拍起来的过程中间，那亲像佫重新咧回想20年前团契的经验是啥物？20年前做伙因为耶稣基督，所以结连起来的经验是啥物？尤其踮伫疫情的中间，平常时咱拢足无闲，但一直因为咱有这个社会中间足侪事需要，咱咧向前行的时阵，咱想要一直完成一个又一个事工，还是完成一个又一个工作的过程，咱会袂记哩到底一开始为虾米，我会甲我身躯边遮团契兄弟姊妹当组织。伫疫情的中间，这也是互咱停落来个思考的。为虾米咱会踮伫遮？为虾米咱会成做一个团契？为虾米咱会成做一间教会？伫这间教会中间，伫这个团契中间，伫咱每一个家庭中间，咱所看到的到底会是啥物？咱敢会当搁继续学习，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咱家己，有好歹，会当美好。嘛，会当真正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无？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这首诗，这首诗我一直咧思考到底要安怎写的时阵，忽然间走出一个画面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有无共款的特色，春夏秋冬有无共款踮伫迄个季节会发生的事。每一个人意爱的季节嘛无共款，有人介意春天，有人介意夏天，有人介意秋天，有人嘛介意冬天。但是无论到伫啥物时刻，
咱爱面对的是上帝带咱行入第五个节期。迄个第五个节期是合一的节期，迄个第五个节期是拍倒关仇的节期。所以这首诗我安尼写：春来了，花拢咧开，济济的色地，听见桃源，看见丰富。忽然间，意中无法求同的人们，沙无到底阮应该爱往对去啊？夏天来了，太阳乖乖踮伫遐，一切欣欣向荣，热情奔放，绽放激情。忽然间，伫这个热情中间，真惊吓敢袂冲过头的人，不得不赶紧停脚停伫遐。秋天来了，凉风瑟瑟，树叶翩翩，缀着风咧变化，无法度咧按算。迄时不得不经验转变的人，心内底感觉有一寡忧愁。冬天来了，天寒地冻，一切的生机拢煞，时间哪亲像点落来，嘛咧敲吹心意，到底是啥物？这个时刻，唔甘肃穆的人，咧问新的世界会生做啥物？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对着家己的意爱，顺从家己的欲望，人拢咧去每一道关守，过当甲别人的结连。基督带人要进入第五个节期，拆毁心中的关守，拍倒虚幻的骄傲，恢复荣耀的重量，建筑合一的基础，温柔、谦卑、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现在，咱无过是活人，无过是架脚的，是渐渐拼凑整齐，渐渐长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度，繁星点点，和諧、美好新世界。咱有无共款的想法，咱有无共款的背景，咱有足侪无共款，但是基督带咱要进入第五个节期，互咱踮伫这第五个节期中间，照着耶稣基督渐渐起造属伫伊的教会，属伫伊的圣殿。咱是受着基督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为着要实现上帝的国度降临踮伫即个土地，请咱同齐来祈祷。主，我感谢你的听，当阮自执，当阮读你的话语，阮知圣经的话是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阮也是受着你所警调，要正做教会的一群人。是阮是无完美。但是，阮踮伫迈向完美的过程，超出你踮伫阮生命中间的感动，也超出你到底要怎样带阮行头前的路站。注伫疫情咧变化的时，愿你安静阮的心，互阮重新超出合一的感动，互阮重新超出阮会当甲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共同向前行的感动。愿你甲阮三弟弟祝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回应上帝教示，搁一摆来吟圣诗第309首《俄勒关联上主》，下面来唱第5节到第7节。
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只是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咱会通将家庭的奉献利用平常日到入来教会互干事查收。若无方便出门，也可以用汇款的方式，咱账户的资料伫咱的 PPT。毋过爱记得注明奉献者的姓名。所接请牧师来报告。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3级警戒到7月26号，咱已经渐渐会当，敢若疫情受到控制，所以咱看起来会当渐渐期待，看卖3级警戒会当袂阁延长啊无？所以嘛，请咱继续踮伫厝内面，咱为着这项事来祈祷。今仔日18后礼拜25，所以咱阁继续听候看指挥中心阁刷来有啥物款的安排。毋过踮伫这进程，咱犹原会踮伫线顶有一个服侍，所以咱犹原会当踮伫线顶通过亲子的礼拜、2场的礼拜以及拜3的圣经学堂，咱做伙继续来学习，也做伙分享这的资讯。所以咱即礼拜拜3的圣经学堂的经文、参考的经文踮伫遮，嘛请咱会当家己先来看。好所以其他聚会消息嘛，咱继续会当看咱教会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也是教会 YouTube 的频道来注意。一项事甲咱报告嘛，请咱继续来带到，就是咱教会武达兄弟，这是邱香姐的爸爸，踮伫7月初10民主稳调94岁，已经踮伫顶礼拜的拜3 7月14举行日验告别礼拜。邱香姐爱牧师嘛，咱所有兄弟姊妹表达伊的感谢，关注安慰踮伫邱香姐因全家嘛，邀请咱兄弟姊妹踮伫祈祷中间，咱3纪念。好，最后咱要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咱来吟圣诗390首。咱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向的姊妹三弟弟对答得到因世代无煞。阿门。